祭祖，这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虐待杨天纵的尸体，戚继光就一定会来抢他的尸体。这样，我们布下天罗地网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把这些人都杀了，到时候台州、杭州、温州，那都是大将军囊中之物。元璋，什么事？杨少侠被救回来了。什么？别碰他！他体内的3种毒物正在以毒攻毒，若是集合其他高人的内力，为他打通任督诸穴，或许还有得救。快动手！快，大家一起动手！大哥，天总，兄弟，天总，兄弟，他已经没事了，
扶他进房休息吧。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快！多谢大侠出手相助，请问，在下杨树，田纵是在下的犬子。戚继光见过杨大侠。哦，见过戚将军。放箭！放箭！宋将军，你去追杨少侠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报告。本将军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其他将士，跟我走。这是我们日本的战神，
雕虫小技，竟敢在我面前献丑！过去看看。嗨！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正好，你鬼叫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接住我呀？废物，你那么沉，谁接得住你啊？你上下边来试试。这两个臭小子竟然冒充我们的战神！嘘，你嘘什么嘘啊？你当他们是聋子啊？我都说你出的是馊主意了。你这还真是铁的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为了这衣服，毁了2锅，铁锅！哪来的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？好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！山龙！这些小孩子把戏，龙箭手，把他给我射下来！哎，请你们喝酒，让你们喝个够！哇，和尚，你这么慢呐！和尚，你对付哪个啊？你先挑吧。这次可是你让我挑的啊，以后不许怪我。你什么时候真心让了我，你就先挑吧。我选那后边3个奇形怪状的，他们用的兵器好玩，我给他们抢过来玩玩啊。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好好好。和尚，加油！加油！八嘎！让你们尝尝日本武士的厉害！
朝人，我要见识见识，是中国功夫厉害，还是日本忍术厉害？啊？你们问我叫什么？嘿嘿，你们叫我风爷爷就行了啊！你们明朝曾经强大，可现在已经没落了。日本文化虽源自于你们中国，现在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在我们明朝，孙子见爷爷那是得下跪的。日本忍术源于中国功夫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中国人过招，打败你，让你知道日本忍术的厉害。叽里哇啦的说什么呢？不跪是吧？好，我打得你们3个跪地求饶。你看不起日本忍术，师兄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动手吧！哎，等等。哎呀，在明朝，孙子打爷爷那可是大逆不道。好，今儿我风爷爷就教训教训你们这3个小兔崽子。来来来来来！
大哥，叔叔，人家可是300年前武林至尊黄老邪的看家必杀绝技。哼，什么黄老邪？他这就是耍无赖。飞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黄老邪乃是300年前武林的顶尖高手，此招完全是玉石俱焚之计。刚才飞远大人，你要是身形不变不沉，我想现在这小子已经成为你的刀下鬼了。哼，那我的脑袋还能在吗？啊，这一招看的是勇气，你死他就死，你要想活他就胜，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你是说我怕死？哎，以飞远大人的武功，一定是在这小子之上。况且你也不想死，这样死也不值啊！啊，哼！刚才如果是法王你，又如何呢？嗯，哦，那我的想法一定和飞远大人一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彼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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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法王果然坦荡大度。哎，什么坦荡大度，最多就是怕死鬼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一个个说的花里胡哨的，全都是怕死鬼。毛毛虫、缩头乌龟，对，驴粪蛋，好，烂狗屎，是。你看，你，没词了。大哥还有什么词儿啊？和尚，告诉他，烂柿子，对，烂柿子。死到临头了还耍嘴皮子，本头领今天就把你这个臭要饭的打成烂柿子。元正，且慢。怎么？我们在这里跟这小子打斗，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法王说的对，这小子就是想拖延我们攻打杭州的时间。元正，法王，你立马让大队人马去杭州。我想戚继光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是。一郎，
你和王大头领一起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嗨，义父，我想带仙子跟我一块儿去。也好，等你打下杭州之后，我给你们两个热热闹闹的办婚礼。慢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让仙子和元正办婚事。怎么，你想说什么吗？仙子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。文蛋，兄弟，兄弟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听我跟你说，这仙子都要嫁给那个有毒的王八蛋了，我能冷静吗？我……哎，行，兄弟，依我看，那个金刀仙子，她并不愿意嫁给我元正。真的？不行，他得亲口告诉我。行，你相信大哥，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和尚，过来。我们在这里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尽快抓紧时间赶到杭州巢穴，所以一定要冲出去。想走？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上！飞燕郡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给我杀了他们！田总，刚才你那招流风回血使得不错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高手过招稍纵即逝，对方又是以多胜少，需要想起路后招。爹，刚才是孩儿一时大意，又在狡辩，学艺不精就是学艺不精。田总哥，师兄他。哎，仙仙，那火药筒子他不是好人，为他伤心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
你是杨树。在下就是杨树。哼，好得很。怎么个好法？你们父子俩将一起死在这里，那不是天大的好法吗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哼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跟肥元君在一起，一定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就试试吧。天纵，去杭州，这里交给我了。爹，快去。是，走。拦住他们！师傅，师傅，杨树见过师太，谢师太相助。你嘴上说谢，心里却在怪我多管闲事吧？杨树不敢。你一个人虽然能杀了这几个孽畜，可既然我来了，总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吧？这彩头怎能让你先占了去？师太说的对，那这样，这些倭寇交给我，你的师傅和徒弟就劳烦师太了。哎，我正要见识见识这些个倭寇的飞刀大阵呢，这便宜怎么能让你占了？还是你去对付那师徒老怪吧。好，哎，去杭州要紧，走。随他们去吧。我来的时候，戚继光已经带着他的骑兵赶往杭州了，想必大军很快就会赶到。
什么名堂？我也不知道。校尉，让火铳手和弓箭手都做好准备。是。四郎，保佑我们攻下杭州城。我要手刃了杨天纵，为你报仇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。攻城！攻城！进攻！相信师傅，放线吧。放箭！放箭！还是向上，早得其乐。阿弥陀佛。听我命令，准备大量火铳，越多越好。是。快快点！大家抓紧，快点！
句老话，擒贼先擒王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是。铁扇公子南门损失惨重，死伤5000余人，请问法王是否继续进攻？好，退下吧。是。如今陈馀已丢，杭州城又打不下，飞援军有何良策？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破城。若是我们进不了杭州城，就会被赶来的明军包围。就是我们能冲出包围圈，也成了丧家之犬。明军在乘胜追击，我们就难逃被歼的命运。不错。来人，坐！传肥原将军，让他身先士卒，就是拼他一死，也要打进杭州城。是。也状告一下汪大将军和我的徒弟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让他们自己掂量吧。是。法王，我们不去吗？我们可不能把老本都给赔上啊！法王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杨术和那峨眉仙姑，我们这一战也许还有胜算。哼！可是现在，李元军，如果他们能攻进去，我再去也不迟。现在他们攻不进去，我们去了也白费。若再伤在冷箭之下，那么大军就真的是群龙无首了。到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连翻本的机会也没有了。还是法王看得远呐。
什么？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！你切切不可！师兄，快住手！我们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好谈谈？要么杀死我，要么跟我走，你选择吧。师兄，你在走一条死路，你不知道吗？若曦，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离开法王，过咱们自己的生活。醒目的口吻来教训我，我听着就恶心。你身为忠烈之后，却助纣为虐。祝安大人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你觉得他会作何感想？你闭嘴！我这是利用他们报仇。倭寇才是你真正的仇人。不是，狗皇帝才是，还有你们这群保护他的人。你父亲也是为了皇帝才保江山的，难道他也是你的仇人吗？我父亲为了皇上忠心耿耿，结果还不是被处死？到死连个尸首都没有。杀皇上，愧为人子。你助纣为虐，引狼入室，你才是真正的愧为人子。只要能够报仇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好，朱铁桥，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天纵哥，千万别伤他。我自有分寸。好，杨天纵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仙子，不要再打了，一会儿我爹爹来了，你可就真没命了啊！疯子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，没本事你就别胡说八道。哎呀！
前让你杀你都不杀，现在刀刀要命。哦，你是不是要嫁给那个姓汪的？不要我啊！胡说，谁说我要嫁给他？哎，为什么不嫁他？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，一定是。是什么？是你找死！朱铁桥，你回头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再打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要死大家一起死！你怎么这般歹毒？不歹毒，何以杀得了你？好，那贫僧也歹毒一回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来吧，你不想要命了吗？你舍不得杀我，以前没有杀，现在也不会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不会嫁给那个姓汪的。喜欢你有什么用？我们这辈子是敌人，下辈子也会是。不是，你喜欢我，这辈子是，下辈子也还是。我们永远都是敌人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你这家伙太过歹毒，贫僧就破以为令，送我去西天极乐世界。师父饶命！小唐再也不敢做了。师父饶命啊！心如毒蝎，贫僧是不会饶你的。若师父能放过我，小唐从此以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小唐已成伟人了，再也不做歹毒之事。师父，就放过小唐一条生路吧。那你发个毒誓，以表你弃恶从善的决心。好，我发毒誓，我赌赌，今后再行凶作恶，不入善流，我就遭雷劈，打得我浑身骨头，疼痛而死。贫僧就放你一回。你，这厮欺人太甚！贫僧若是放了你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在你面前。贫僧能放你，我佛也不能放你。师父，刚才歹念又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住口！贫僧若是再相信你，那就是魔鬼附体。贫僧就照你发的毒誓，送你上西天。阿弥陀佛。
银枪，我念你为人忠厚老实，我与你缠斗，只是想让你明白，我并非想杀你。可你为何如此冥顽不灵？银枪知道姑娘手下留情，可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你师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可他是我师父，你是他的徒弟，但你不是他的狗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为了九如法王的野心，你竟然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于你的枪下，你于心何忍？银枪，我看你不坏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今后不再助纣为虐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。姑娘放心，银枪不会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你走吧。银枪自知罪孽深重，万死难恕，还请姑娘杀了我吧。银枪不能违背师父，也不愿再做祸国殃民之事，还请姑娘给我一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是生是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师傅，我是徒儿银枪啊！他要干什么？师傅，徒儿无能，不能完成使命，徒儿对不住你啊！徒儿想求师傅，不要再和这帮倭寇再祸害咱们的国家和百姓了。您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，不要再争什么武林至尊了，师傅。师傅，徒儿不能再跟您做错事了，您老人家好好保重。不，我们失败了。一郎、竹内、王元正，还有你的徒弟，他们全都死了。朱铁桥，我一再对你手下留情，是因为我看在你爹和若乾的份上不杀你，你好自为之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若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好，我不让你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我就是死，也不想
不想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，我的好哥哥。若曦，你原谅我。能死在你怀里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若曦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若曦，我已经替他止了血，你把他带回去，有我爹在，他死不了。完了，我去稳住军心。飞元君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不是也承认已经失败了吗？可这些人差不多是我们的全部家当。如果杨树和那老道姑来了，我们还能赢吗？日本武士视死如归。哼，死了不就是一堆蝗虫吗？你抢了那么多金银财宝，谁花呀？正所谓，中国有一句俗话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江苏、福建还有我们的人占据那么多小岛，我们只有大笔挥，就有了千军万马，何必要在这里头较真儿寻死路呢？只是他杀人的兵器，可是他对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疼爱。师兄，我们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，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错事。我知道你忠厚，我现在已经背叛了师父。师兄，你一定会不高兴的，对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与师父为敌。我会为深爱着我的那个人好好活着，像你希望的那样，快乐和幸福下去。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陪在我心里一辈子。师兄，师兄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，师兄。绝呀！走吧，来日方长，我不会罢休的。等着吧，我会回来杀光你们。九如，啊！九如，你跑不了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啊！呀！
嘿嘿嘿嘿嘿嘿嘿。